互联互通伙伴关系。我们要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，反对保护主义，继续通过双边合作、三方合作、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建设，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坚实保障。合作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。近2年来，在首建一大批公路、铁路，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峰会上，各国领导人就此交换了意见，普遍认为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去年12月，由多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